伫咧新竹市有4个少年里长同齐要来开一场演唱会，因佮专工去翕相，做出属于家己的海报，真趣味。就是希望会当邀请到志刚佮李明做伙来听歌，感谢因对社区的奉献。生活在今天，活在期待，不如活得今天很实在。我说我懂了，会不会太快？未来的一天。 4个少年里长伫台顶拿唱歌、拿跳舞，台下的民众手提火警棍，啊对歌声拿摇，大家拢学了里长真有才。阮的里长是多才多艺呢。阮的里长少年个有冲劲，有迄个哦，足好诶。 伊爱18般武艺拢会晓。平常就是会一起分享里政的大小事，那刚好有这个机会在一起唱歌的时候，突发奇想，有这个想合作的机会，那也想要借此感谢支持我们的李明跟志工好朋友们。台顶表演的是来自新竹市4个无共里的里长。里长讲，为着这摆演唱会，已经练习几啊礼拜，有时连民望嘛会望着家己咧唱歌。 主要是希望用无同款的方式来感谢李明参志工。很多歌的诠释，可能也是我们李政的心情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在唱歌的过程中，有时候可能是我们第一个可能是心情的抒发，第二个可能是我们心境的一个表达的方式。我准备非常的多的歌曲，不管是快歌、慢歌、抒情歌、摇滚歌，还有主曲啊，都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音乐方式，带给大家不同的那个音乐感受。 4个里长佮专工去翕相，做出属于家己的海报，送互来听演唱会的李明。大家拢讲里长的气势完全袂输专业的歌星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